喂，玩嘢啊！張成又話約我哋10點半喺度拍戲，而家11點都未見人。係咯，但係佢唔係啲咁嘅人喎。咦，嗰度有啲嘢喎，你睇下。咩嚟㗎？又有啲數目字，又有英文字。呢啲咪就係幻方咯。幻方我聽都未聽過，過三關咋？你唔好呃我啦。乜你咁膚淺㗎？連幻方都唔知？幻方係一個 n 乘以 n 嘅方形矩陣，無論直加、橫加、斜加嘅總和都一樣。係，我唔信啦，等我計下先。4加9加2，3加5加7，8加1加6，4加3加8，9加5加1，2加7加6，4加5加6，8加5加2都係等於15。係喎，點加都好，都係等於15，好神奇啊！不如我哋計下呢個4加幻方啦。哈，又幾得意喎！無論你點加，佢都係等於34。咦，我記得啦，我之前都玩過，但係佢唔係叫做幻方，係叫做魔術方塊 （Magic Square）。係咪真㗎？有就冇記性嘅。其實幻方都有好多種叫法。幻方咧就起源於中國，最初佢係叫洛書。傳說夏禹治水嗰陣時，有隻神龜出現咗，而嗰隻神龜嘅背上面有幾個奇妙嘅花紋，而嗰啲花紋就代表三階幻方。我哋中國人真係犀利啊！竟然係幻方嘅發源地。我記得我之前學過一首詩，係教人點樣記住三階幻方嘅。等我吟一次俾你聽啦。九宮者，以4為肩，6百為足，左3右7，大9其1，居中央。好詩好詩，但係我覺得好似冇乜數學概念喎。你啱啱計咗三階幻方每行每列嘅總和都係15，係咪一定要15㗎？如果唔係15，其他數得唔得啊？我覺得一定係15咯。首先，我哋數下幻方裏面所有數字嘅之和，因為有9格，所以數字就係1加2加3加到9。咁我哋用咗高斯定理嘅方法，就可以得出45。因為佢有3行，再將個答案除以3，就可以得出15。所以三階幻方每行每列嘅總和一定係15。冇錯。咦？我知道中間個數一定係5。首先呢3個數加埋一齊係15，而呢3個數加埋一齊亦都係15，而呢3個數加埋一齊都係15。而只要減翻呢3個數同埋呢3個數嘅話，再除以3，就等於呢個數。咁中間個數咪就係5咯。咦，係喎，精彩精彩！咁周圍啲數字呢，好似有好多可能性喎。等我試下點做先。原來有8種咁多啊！我觀察到三階幻方裏邊有一啲特點，5對住嗰兩個數目字嘅總和係10，而雙數就喺4個角上面，而單數就喺中間。三階幻方好似有8種，而4階幻方就有7040種。如果要畫晒佢，都幾難。不過我有種方法可以畫到其中一種。首先由左至右、上至下，順序填上1至到16。不過記住要淨係寫兩條對角線嘅數目字，其他就冇寫啦。填完之後就調轉翻由右至左、下至上，將頭先冇寫嘅數目字順序填翻就得㗎啦。一個4階幻方就咁完成。咪住，呢啲英文組成嘅幻方會唔會有啲密碼呢？如果我哋跟住數目字嘅排列次序，或者可以解讀到呢啲密碼。睇下個3階幻方先，1對 T， 2對 H， 3對 A， 如此類推。Thanks for watching our video. Bye bye.